哦，这边看过去有小桥，还有比较高的桥，高的桥有2条呀。看到车比较多的是双营桥了，新营到柳营。我看到绿色的长长的，这边这个是新营到柳营的双营桥，还有比较靠近小桥的话，还有一座桥可以进去，还有车可以上来。然后最旁边有一座桥，新营的某大庙等于是祭哀宫，农历的10月15号下元哦，一大清早5点多要举办点火了，哦，就到这个地方。太小了，下边是灵沟，新营的中国那边也点好会，还放石狮会，上那个紫砂的瓦当，也是在这个很多最深的那座桥旁边，北边的河水河道旁边，水系河道旁边应该是有这个那个桥梁啊，通常都有很多人在吊，桥梁是很多人在那边吊。